为支持县内企业的成长，冲绳银行与在海外拓展方面具有优势的东京新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此次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东京新银行以台湾为中心的海外网络及先进的金融专业知识，以及冲绳银行扎根当地的客户基础，致力于支持县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扶持初创企业，以及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等。冲绳银行董事兼行长山成表示，亚洲正在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如何将这种活力引入冲绳，并转化为地区发展动力，是一个重要课题。两家银行表示，今后将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知识和网络资源，致力于推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